中华警方伫咧台中捉一个通缉犯，这嫌犯佮夜青秘伫铁厝内底，甲警方来对徛。落尾警方是甲嫌犯80岁老母找来斗过情。那警方为避免伤亡，那不断的安抚这个赖显的一个情绪劝降，那直到请来他80岁的一个母亲到场激情喊话，那要赖男来冷静，爱惜自己的生命。那并且在警方努力沟通之下，那他这个赖显终于自知这个难逃法网，那卸下赖显的心防。这个嫌犯发现到警方要来甲抓，就走动去处理夜青反抗。警方嘛对天顶来开枪，双方就安尼对徛5点钟。落尾警方是甲嫌犯的老母请来斗苦劝，才甲嫌犯投降，才互嫌犯投降，交出一支枪、34粒枪支，也有毒品、海洛因等等。专案是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。也因为这个嫌犯已经互人通缉随着发家执行。